摕这种亲要耍，唔通耍过头。台中有一个查甫人，甲因朋友呢耍真心话大冒险，结果死伊嘛真巴结，用这纸袋套伊的头呢，半暝入去车厢，大声喊讲要抢劫。虽然伊发了随走，抑过店员当作是真正的惊，直赶紧报警。最后呢，法院认定讲，这个查甫人虽然讲是伫耍，抑过造成这店员已经着惊，而且违反社会特殊维护法，裁定罚款3000块。一位穿黑色 T 恤、头戴纸袋的查甫人，半暝11点撞入去超商，伊伫店内洗一轮，搁发3声抢劫。当时伊的朋友对伫伊边啊，查甫人发了，随走出去店外，坐朋友的车离开。虽然查甫人自头到尾拢无真正抢劫，不过店员听到这个发声，抓准是真的，赶紧报警。这样已经太过火了，已经涉及到法律的层面了。可能自己没有这个意识，但是这个已经是犯罪了。玩不是不可以，可是要拿捏到一个适当的范围里面。警方调沿路的监视器通知姓刘的查甫人和2位朋友到案说明。查甫人承认当时和朋友耍真心话大冒险，因为药棍输啊，所以就套纸袋啊去发抢劫。想袂到查甫人这个动作惊到店员。就真心话到冒险，他们是表示他们就是以为是开玩笑啦，好玩啦。他对于他的犯行跟他的这个行为表示他后悔了，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这样。社会特殊维护法规定，甲民往起来假造别人，或者是用其他方式吓惊别人，有可能危害别人的生命安全，会罚3天以下拘留，或者是新台票3万以下罚款。法规的目的主要是禁止民众凊彩甲民往起来去惊别人，来危害个人生命、身体和精神安宁。法院认为查甫人的行为虽然是咧佚佗，不过已经惊到店员，裁定罚款3000块。另外2位朋友因为当时无甲面往起来去惊人，所以无罚钱。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虽然真刺激，不过要细腻，若是耍过头去惊到别人，有可能违法，搁要罚罚钱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